为什么男的在有钱的时候就是骑大运赚到钱了以后才能应到那个桃花劫？就是男的越有錢的時候，更能容易遇見這種桃花劫。咁呢個就唔難理解嘅，因為當你冇錢嘅時間，冇女仔埋你身啊嘛，好與壞嘅女人都唔埋身啊嘛。當你有錢嘅時間啊，好與壞嘅女人都埋你身。咁可能有啲係桃花正緣，有啲可能係桃花劫，咁你唔可以排除有正桃花嘅。咁但係當你冇錢嘅時間，你咩桃花都冇自，你就唔會遇到桃花劫啦，係咪？就是遇見桃花劫，或者是說有的人他的這個八字裏邊，比如說這個婚姻不入木，那他注定這輩子就會孤寡。八字我哋睇一個人佢會唔會孤寡呢？有好多種方法嘅，係睇得出嘅。舉個例子，譬如男命，我哋叫做比劫好重，比劫一重必克財噶啦。咁呢個佢財為妻，咁所以佢同女士嘅緣分一定弱啲。女命我哋叫做以正官七煞為夫星，如果佢食神傷官太旺嘅女士，佢嘅婚姻一定會容易多鬧交嘢發生。咁但係另外可能有啲就係譬如舉個例子，譬如夫妻宮佢刑沖太過，即係個夫妻宮沖到好散，個夫妻宮都沖散咗咁滯啦，咁嗰啲又係好婚姻都係會好鬧交嘅。咁另外有啲八字好偏夫，點為之好偏夫呢？佢太過熱或者太過凍，咁呢啲我哋叫好偏夫。呢啲好偏夫命嘅人呢，佢嘅婚姻狀況呢都唔容易穩定嘅，或者佢人生都會多病痛嘅。咁所以就係我哋都大致上一定都會睇到啲嘅，咁呢啲就會睇到佢哋嗰個婚姻狀態會唔好啦。